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台飞》，我是陈明珍。我俩所采比所呢，系到台北市太同区的太土上铁花街地北度哦。再看到呢边呢，中药行、小庄卖南北货的材料店非常的多。俩太土上呢，也係头摆台北市庆祝开发天气之一，一种文化传统的产业嘅米土市啊，非常的牛。故所本交通部公共区现在30只经典小镇之一啦，哈。今年係所謂小鎮漫遊年哦。做乜嘅種嘅交通部公共區？我嚟推動所謂小鎮漫遊年呢，主要看到種嘅聯合國世界觀光組織嘅統計，到2016年嘅時間，全球國際旅遊人次已經來到12億3583萬多，而所創造嘅外匯收入有1.22億美金啦，哈！到2020年嘅時間，旅遊人次會提升到14億人多，甚至而所創造嘅觀光產出會來到全球 GDP 超過10%啦，哈！看到按台幣嘅觀光財稅，故所交通部觀光局決定來改變戰略，從頭擺嘅觀光泰國而提升咗觀光立國，台灣嚟推動一種嘅觀光產業，一樣型嘅創泰嘅新興產業嚟做。到底一種嘅30隻經典小鎮，再加上客運費實體客莊，都係40隻，那小鎮漫遊，從中央到地方軟體硬體嘅政策一樣幫佢嚟做，關心嘅專家學者同埋建議呢，等下來到嚟表現第一名嘅苗栗縣萬里鎮，堂菜體鄉親意見，大家共同嚟討論，一搶關心。好，以下節目講頭嚟到係三腳國小哈。其實4年前，村民台飛也嚟到三腳國小嘅片嘅藝術嘅特別嘅線上嘅學生群頭嚟講，萬里超有名嘅鹹醋嘅產業。嗰陣4年呢，因為要轉到三腳國小來哈。當然咧，到禮拜三腳國小嘅藝術嘅學生群咧，也係因為萬里呢，本苗栗縣政府去推薦做嘅經典小鎮嚟推薦的時間呢，請創業就文化資產觀光的亮點啦，哈，共下嚟討論哦。上面所嘅今日現場來賓，第一個呢係交通部觀光局三山國家風景管理處的處長柯建新柯處長，你好。各位鄉親，大家午安，大家好。好，謝謝。再來係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嘅副局長詹彩萍，詹副局長好。親親愛嘅鄉親，大家好。好。再來係為到苗栗嘅國立聯合大學文化觀光產業那個教授黃世明黃教授，你好。各位鄉親，大家好，大家午安。好。當然講到30隻經典小鎮呢，除咗行業小鎮以外，還行業沙期，所以有請到你苗栗出身嘅沙期規劃師張運聰，張規劃師好。各位來賓，各位鄉親，大家好。好。聯合國那個世界觀光組織有講到啊，到呢種嘅2020年嘅時間，全球嚇，用全球嘅國際嘅旅遊嘅人次呢，會來到14億人多嚇。因為一隻千海機會，尤其係到東南亞、千島開發中嘅國家呢，係成長力圖最強嘅地方。台灣當然係一個發展嘅國家，但是佢到呢個東南亞地方呢，也係一個千創業嘅觀光資源同豐富嘅地方。台灣因為係強強嚟播嘅種嘅所謂觀光財，從觀光泰國變咗觀光立國嚇。像今日呢邊嚟討論啦，先嚟看到2019小鎮漫遊年嘅名單地位度，呢個看到頭中苗北部客家莊有哪度呢？嚇，哦。桃園嘅龍潭嚇，韓國嘅泰海嚇，有台三線咧，像關西啦、竹東啦、北部啊都係。再嚟看到嘅總鋪，像你苗栗嘅公館、萬里、三義、南莊、太湖嚇，所以苗栗是有5隻哦。一條小鎮咧，唔單止係30經典嘅小鎮以外咧，像三義佢也喺國際漫上嚇，又像呢種嘅南莊佢也喺國際漫上，佢也係所謂實體客莊，客運費所推動嘅實體客莊嚇。像到南部嘅時間咧，也有。嘉義泰林而喺國際漫上，也係200個30隻經典小鎮，加上10隻嘅所謂10大客莊小鎮地位度嘅，嚇。大林也是一個福老客的客家莊，嚇，所以也係順利到你福老係客家莊，嚇。再嚟像美濃啊，嚇，佢嘅實體客莊，像竹田啊，也係實體客莊。再嚟看到東埔像應該鳳林佢除咗喺10大客莊之外，佢同時喺國際漫上啦，嚇，像。
推动的慈善等等哈，还有像离岛地区哈，金门马祖也都有啦哈。我想先强调一下那个镇长，我们得到了这个第1名的殊荣哈。先请这个镇长来告诉我们心情怎么样，开心吗？拿到这第1名后，我们院镇想要做的事情，我们第一个是我们的市容的整顿，然后还有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已经有安排，院里镇公所的团队已经安排这最近都已经陆续进场在施工哈。但是后面还是需要说我们这些观光客你们来让我们院镇后留下美好的印象，把我们院镇尽量把它宣传出去。要不然我们院里镇哈，以前要讲到院里镇，都讲说大甲上来通宵下过来哈，才知道院里镇在哪里哈。也经过我们20年的乡亲的努力，让外面看到我们院里镇的一些景点哈，也希望说大家观光客你们呢尽量到我们院里镇来消费，然后也把我们的院里镇把它行销出去。也感谢各位的莅临哈，感谢。到底湾里有冇个好手好教好料，係同沉嘅文化嘅底蕴呢？像陳騰嘅新聞記者剛頭要了解下。而家社區呢個小婆婆呢，冇含有鹹草來做冇台列到生活用品。而至灣里本身嘅氣候條件，生產嘅鹹草都好做各種嘅工藝品。往擺灣里嘅風做好我做來大家風。牙木下，牙個阿媽嘅地方，一hand都做。包括我像的特殊協會都是從那裡來的。因為這邊大部分都是務農嘛，務農所以。他有空閒的話，就趕快去編織那個燕草。而至唔攀低鹹草嘅收入，超按嚟做毛坯，社區幾年成立鹹草協會，唔單止提供社區嘅小婆婆們寫做事，未幫外界認識灣里嘅鹹草文化。頭三角里還有類似建築採訪嘅路喎，雖然上菜字體基摩托嘅偉大呢建築標籤30年冇聽通，但是列參基建係小獎，還只係冇做鹹草文化基體。因為蔡中書先生，他當時把他們蔡家的家族裡面的東西，通通把它買回來，希望能夠把他們的這種蔡家的古厝，把它給原汁原貌的把它給保留下來。那未來希望這樣子的一個整修後的古厝，能夠讓我們院裡的這個在地藺草，能夠也在這裡萌芽扎根。除了產業，灣里嘅百年老好高，三角嘅小地圖，還有日本式嘅新生宿舍，佢重建了後拿來發揮利用。伊當時民國95年的時候吼，所有的一寡建築攏無去啊，都壞掉了。敢若為講有這個輪廓安尼，甲乙丙丁嘛吼，那一間是三角國小，給學生教學用的。像這邊這棟就是吼，咱的這個日本宿舍一寡歷史的那個一寡文件攏放在遐。另外，像係花頭窯、轉亞文物館、鳳梨故鄉，仲有幾面田列島、灣里保留往擺嘅產業，亦先做觀光區嘅30大景點小鎮之一。灣里嘅人口呢45000人啥，特產呢鹹草，還有個有機米啦，稻米啊，係特別轉亞呀油啊，頭肥嘅也有，所以有灣里嘅老街啦，特別咧係八仔海族的這個。房里社對的房里社古城哈，像採訪嘅老屋哈，東里家風咧，因為青島人好看那種嘅古裝的，或者是台灣初年的這些歷史故事，都看到在這邊取景哈。還有那種三角國小的日式的宿舍群，觀光景點呢，有種灣里嘅觀光嘅吳江啦、火焰山啦、鹹草文化館啊、花桃窯、灣里。這個磚瓦文物館都是哈。那所以請教您嘅展副局長。台灣總共有30隻經典小鎮，加上10隻客莊小鎮，總共40隻地標度呢，還包含了4隻嘅國際慢城。苗栗是有5隻呢，40隻是有5隻，8%股簽的一股的哈。然後講誒越菜地，就越國際啦哈。你看5隻嘅觀光小鎮，其實我們縣政府以後對5隻觀光小鎮，甚至有18隻鄉鎮。縣長一直都講的，講到隻鄉鎮就從一粒珍珠共用誒，18隻就有18隻珍珠，然後老給存起來變一隻拍
年，了做伙文化观光局请的啦经验啦吼。俩有的象征，其实对嘛上到20个，5只咧做主要的资源咧整合以后，要看摕到基本设施做好嘛。摕到有指标有做好嘛？个当地文化资产产业活络，在地的认同，个人呢友好老社会精英，了爱亲关系，所以由县政府来讲，我希望讲做一只有创意，个提升这个品质，不然国际的游客个人，这个国内的游客让的说是愿意，让的来到人院里体验个人哀伤人的院里。好，那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的这个科处长，就是说，透过这样的网络票选也好，秘密客的造访也好，然后审查会议也好，选出了这个30+1040个执行方式，里面有很多乡亲透过这个新闻资料看到说，补助小镇100万去盖厕所、盖借问站升级。然后来做品牌营造，都有些觉得说这个的连结到底是在哪里？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吗？就怎么样来执行这个计划？因为40个小镇的话，每个小镇我们观光局首先来补助100万元。那这100万元来讲的话，其实是所谓软体行销的部分。软体行销，产品的一个包装，那甚至你的流程的一个规划。那后续的话，我的了解，我们观光局也准备了向我们的上级来争取后续的一个硬体建设的一个补助费用，从108年到111年。那我的了解是，这40个小镇，我想我们在审查的时候，应该都会优先来考量那基本上。应该会有每一个小镇，如果有机会的话，所提的计划如果得到审核通过的话，应该会有500万的一个硬体建设费用。那硬体建设费用就会来处理这个所谓的环境公厕啦、借问站的一个升级，那甚至休憩景点的一个修缮，把这一部分再把它做得更好。谢谢。是这样子。好，那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的总规划师，未来可能到国发会如果争取到经费通过的话。到108年到110年就500万，我来做硬體。那100萬比500萬是600萬哦。所做的詳細咧就投入，咁真正做得帶通小鎮嘅理由，有用到錯嘅方向喎。你講希望你們其他建議，一筆錢一條錢個人有冇用，讓真正用得到？就是講，也係用咗100萬來先做先期規劃嘅用途啊，比如講沙期嘅入口網站，就是鄉鎮公所嘅入口網站，做咁嘅國際語言標準化，比如講有係咪南向政策，或是到歐美政策的以後呢，講有不同的語言啦，有歐美語言啦、日本啦、韓國啦，係韓國的，佢所有嘅底下所看到嘅大部分所有嘅鄉鎮公所嚟講全部單一語言，中文，所以講邊講。前期嚟講吃到因為啦，就講後邊做到行到國際化嚟講法，一天先注重講那個網絡因為網絡係留國際客接觸第一部分，不過年嘅話講中文是冇問題，啱過呢外客嘅話外語嘅部分當重要，所以因為講先建置一部分，因為建置完成以後呢，這可以開始後備工作，比如講硬體建設。過去跟軟體嘅規劃，比如沙期嘅串聯，以後就真係有辦法嚟做啊。但是咧冇法，人做好嘅東西，等人有人下再來嘅話，要過頭一年嘅東西要快啲嚟啊。佢變到話有問題哦。所以我建議講先留本身鄉鎮公所嘅基本嘅有關天路資料部分留外人接觸嘅部分，其實一先。因為數位環境要先優化起來是超對，要時間呢，沒講才能公諸以為啊。這樣子對，好。那我們也從這個觀光局的這個統計資料裡面看到，就說其實台灣目前這個整個國際的遊客的結構已經在做調整跟改變，有很大的變化。中國的遊客呢，從40%下降到下修到25%，它佔比到25%。但是在南向的這些國家裡面，甚至是東北亞、日韓這個部分呢，有很大的成長和突破，兩個加總起來已經超過50%了。所以為什麼剛剛我們的張社貴師要講說，其實整個入口網站的這種數位化的環境要優化是非常重要，你必須要讓人家從
国际要来的苑里的时候，我从苑里这个网站进去，我可以看到苑里有哪些地方是我可以去做深度旅游的，这些东西是要先来建制好了。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的黄教授，就是说，是不是这个100万也好，或未来的500万也好，他要做的优先顺序又是什么？那基本上呢，我想说，这个从它的除了从这个入口网站之外呢，就是相关衔接入口网站的可及性的那种整个的交通网络设施，还有人员接待的素质，还有就是体验的主题的类型，怎么会做一些比较配套的那种的点选，包括说刚就这个荧幕里面讲到这个人文地产景的组合，就是我们有哪些人可以在哪些点呢？然后呢，透过什么交通数据，可以呢去体验什么样的一个文化的景点，可以怎么样去做一种文化行脚，或者说角落美学的这种观光的那种打卡。我想呢，把这个景点呢，这个经典呢，就把景点里面的那种的特殊性跟里面呢是不可替代性的，而且它是经常可以看得到的，而且被维护的这些的在地特色以及人文故事的内容呢，把它呈现出来。我想这个应该是在整个培育人才里面呢，还把这个整个平台的建立呢，还有游程规划跟这个观光景点里面配合永续观光的精神啊，来做一些规划，应该是比较详实的。这个6个 S 这预期目标，好像跟刚刚我们这个社规师讲跟教授讲的都不太一样哈。那我们开放给现场的这些院里的乡亲，就是说你们对于院里入选30大经典小镇，而且还是第1名，心中除了充满了兴奋之外，还有哪些期待、哪些建议？对于这些预期目标，你觉得有没有达成你们内心的想象呢？还是说你有其他不同的看法？好，从这位先生开始。所有的产业其实很期待镇公所能够把产业做结合，结合从点线面做串联起来之后，能够发展整个观光。然后在文观局的部分，其实它也更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就是要协助行销跟推广。所以2个必须要同心协力让我们的产业能够更加的能够走得出去。所以我们在坊间其实大家都很希望说，院里要能够走得出去，人要进得来。院里真的要让它发小财其实我们院里真的有很多人文荟萃的地方值得大家共同来探索了我看看还有这位先生，应该我们要结合镇公所跟文观局来办一个蔺草文物节，因为每个乡镇都有特色。常态性的办吗？我们没有办过，都是各个社区，像我们三角蔺草协会。新护里的蔺草协会、黄里的蔺草协会，都是跟农会，都是大家都是一盘散沙。我们希望能整合起来，跟镇公所、跟文观局整合起来，我们院里来办一个蔺草文物节，这样对我们的院里的国际的知名度才能打响，才能永续经营了。那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的刘镇长这位先生讲说，要有全院里镇的蔺草的这样的产业的文化活动的这个量能要出来，不能只是个别社区在单打独斗，他们单打独斗10几年也累积了不少能量嘛，等于说镇公所要有一个像这个汤锅这样子，把他们都鼓起来，把他们都汇聚起来。您的看法，觉得这样的建议您接受吗？镇公所会来做吗？这个刚刚看到这个100万的奖金其实我们想要做的是说，这在品牌形象的提升的方面，如果说可以的话，我们在经费能够挹注的话，我们在网站里面把它建制起来，多种语言的能够把它来赶出我们院里镇的话，我们会在我们的镇公所的网站里面，我们重新再布置过，不要说只是说再来院里镇公所登记的只是来修理路灯，然后主要说难听，能够把院里镇真的好的东西把它推上去也感谢，但是最终还是要资源，然后因为要动就是要资源进来，我们镇公所的财力也是有限我们镇民想要做，我们全民想要做，但是还有一些需要说我们交通部还有我们县政文化局来整个做一个串联的工作，才能够把这个打响我们院里镇还有我们院里蔺草这个产品我们要推向国际舞台好，来看一下，每有条讲到有50个所谓的30个新点小镇，10个这个客庄小镇，还有过基本上都有50哦。那这50个地方有乜个好料好看的地方，还有其他嘅途中没有提起的，你讲它北部的客家庄，那就经典小镇有乜特色呢？先听听新闻记者讲头去了解一下。
两家无限招呼人客，太起扶贫 Q 街路保留广拜嘅牌楼，附近陷入木匠艺术嘅生态博物馆里头，国民众是了解到较深嘅观光路线，入线做景点小镇。大家来老街都会想到豆干啊，还有木质家具。有时间的话，可以绕到公园那一边，那边有一些日式那个类似旧的公务人员留下来的房子。 然后现在有整建过，所以那边规划的也不错。中环入线景点小镇呢，还有新竹关系，除了有太县的娱乐园区，还有仙草、紫葡、土米嘅等农产品，更加107年开幕嘅世县博物馆，从草地方的话题。 关系农夫咩多多仙草的产品，还有118咩青岛的草莓啊，还有tomato做得炸。 啊，昨天日后做得去鸡肉肚的安菇面，做得是面里头咩清油面，啊，实体做得去东安古桥个位行行啊。除了景点小镇，观光休闲县区世界各种小镇，像係桃园龙潭，最有名的只係有观光用途同休闲老了的龙潭太比堂，同当地各种的特色。也就一直指标性啊，龙潭，人家就这个。 南天宫来讲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指标啦。吃东西龙潭庆都是的这个石门活鱼呀，这种个客家菜很多有名的。来，豆茶上市了，豆茶上市嘞！大老板，你要吹顺的一家做呗，挺好吃的。 和主动的传统市场保留各种传统市场的特色，如果中的客家美食係俾日本、韓國的遊客十分懊惱。 入線做各種小鎮，強下來宣傳。帶朋友來哈，看要去辦嘢，去買個辦，也要車頭辦，也米線木啦，都有啦，真多好食啦，像係北部有Q街路、美食老街路是客家美食，沒有3級古蹟北部慈天宮、江亞線 Q 屋同金國福公館一道，未入線各種小鎮，到小鎮寬寬一了，本民眾體驗當地嘅人文風情。小鎮如果現在這戴上了皇冠，說我是經典小鎮，可是他真的要去做發展的時候，要 提升的話呢，有很多工作是必須要馬上來做的，捲起袖子來做的。哪些部分呢？是特色產品。好，當然院裡讓我們講說這個藺草產業是沒有問題。可是50年前我們的院裡產業，這個藺草很有名。可是50年前外銷全世界那些藺草的產品，還符合50年後國際觀光客或台灣這些觀光客，他想要購買藺草的這樣的一個想法嗎？他會想去買一個藺草草帽嗎？或者說藺草的一個手提袋嗎？好，就這個東西特色產品怎樣去翻新創新是很重要的。再來是交通的規劃。 好，就是說點對點之間怎麼樣？譬如說，假設我是一個台北來的遊客好了，我到了院裡的這個火車站之後，或客運站之後，我怎麼樣去到這些什麼房裡的這些房裡社順天宮啦，去到蔡家古厝啦，這樣的交通規劃有沒有辦法把它串接起來？還有國際的量能，我們剛剛講到說，怎麼樣在這個入口網站的這個數位環境去做優化啊，讓這些國際的旅客呢，可以透過這樣子去了解院裡，然後來到院裡。那我想先請教我們的黃教授，就是說， 小鎮確實存在着，像我們剛剛講，盤整出很多問題出來嘛。現在要去提升這些東西，它也許需要的是更多的共識的建立，或大家齊心協力來做這個部分。您又怎麼看呢？我們到底要給遊客體驗什麼？我們告訴我們的那個院裡小鎮裡面，我們的經典的景點啊，跟內涵是什麼？我們能不能選出幾個？ 很有代表性的，而且呢是有一種多元論述的方式充實這個內涵。因為我總覺得說，我們充實的這個在地的能量啊，就是提升我們國際量能量的一種的重點。因為什麼呢？因為地方化是全球化的一個捷徑，所以我們把這個地方的內容把它充實好，包括像人員接待，還有對在地的故事行銷，還有呢友善的對待方式，還有就是整個的可及性的那種交流啊，做一種不同的套裝來去做規劃。我想。 這樣的話，基本上對我們的提升，這種院裡小鎮呢，應該都是蠻重要，而且是說這個資源的挹注哦，應該不只是只有單獨說1年，我就結束，而是說我們其實公部門提供的資源，就是它變成一個起頭作用，讓在地的企業家或者說相關的協會哦，能夠願力出來。
来去推动，不是说政府有补助我们才做，政府没补助我们就不做。这个我想说，就不是属于我们在做这个青年小镇的观光，特别是永续观光的内涵里面呢，应该要去提到的。以上是建议。好，谢谢。那我就要问你问关 Q 了啊。院里现在起来了，哈，像隔壁的三义啦、台府啦等等，说文管局怎么样都沿政府的更高的这个立场去做规划、盘整，好资源的整合。院里或者是公馆，它是今年的经典小镇，其实我们都会希望说，先公所先把自己的资源盘点好、整合好。那刚刚讲的6S 其实都不难做。就是说，6S 不会只有文管局可以负责，环保局也可以负责，可能工商处也可以负责，因为产业嘛，我们有各局处，其实我们都会做最尽力的协助，对，跨乡镇、跨部门，对，大家共下来做。我接下来要请教我们的科处长，就是说，在数位环境的优化上面，跟国际这种其他不同的语言种类的对接上面，我们是不是也都赶得上这样的进度？没有问题，我们一直都积极在赶，因为我们观光局网站是多语的。那为了配合新南向，其实我们也开放了新南向稀有语言、少数语言，像粤语、泰语这些的一个导游，甚至导游助理方面的一个考照的一个认证。那再加上我们在国际上，我们的驻外办事处除了会从国外代客回到国内，那对他回到国内，除了由地方政府镇公所来做地接之外，那许多的都交给我们在地的管理处来做地接、来做行销，包括网红媒体业者这些，其实我们都是会不遗余力。那如果说像院里有地方的一个产业辅导有成，那有小旅行、有游程的话，其实我想在我33的责任范围内，我都会积极来代客，然后进到社区里面，直接把这些经济效益带给地方。那我不知道说还没有乡亲有意见呢？好，廖给先生、理事长。这次我们办的这样子的一些活动，当然这是对地方的一个肯定，是非常好的。可是事实上是说，它能不能未来它这个经典小镇的这个全国之冠，它能不能名副其实，是它后续的东西。今天名次给你了，你后续东西游客来的时候，他感受得到这个优质的第一吗？如果没有，那我们办这个的意义还存在嘛？那当然说，一个地方的活络跟发展，它必须有仰赖政府的资源。好，然后我们地方政治人物大家共同努力的推动。如果缺乏了这2样，我想说他要所谓的永续，它会有点难度的。我刚刚讲过说所谓的一个地方要发展，要希望政府仰赖它的资源。这个资源下来的时候，那你如何真正去发挥资源的整合跟使用？这个部分我想是说因为我看了很多，比如说今天我们一个活动下来了，或是说我们钱下来之后，那在我们这个整个经费的运用的概算的部分，那它有没有落实，然后有没有用到所谓的重点？好，然后很多的事情呢，我就说台湾的部分是说。那你说要接地气，所谓的一个地方，我们要阐述的时候，所谓的人文产官节，什么叫人文产官节？应该把人文摆在第一位。那如果在地的人他都没有真正去代表或去参与的时候，我跟你说，他有这个代表性吗？或者说他做出来的东西，他未来政府你的美意，可是你做出来的东西，它不符合民众的期待，不是老百姓要的东西，那你如何把这个事情你做漂亮了？那当然很多的部分，我是接着说，当然不管是国家财政如何的情况之下，那我是希望是能善用资源，而且呢，应该是由很多的政策上已经由下而上，应该多听听地方的声音，听地方的需求，我们所做出来的东西，它才是地方要的。像观光局，你推了这么好的一个评比一个小镇给地方一个机会，可是我觉得说，那些政府的资源给的这个经费，我觉得说是杯水车薪的，这个很难做到你要发展。因为你光靠这样子的话是不足，倒不如应该就是全盘考虑说，我们大刀阔斧，应该需要的，我们都要来把它做出来，做出的成果，做出的效益，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它不会浪费公帑啊。好，谢谢。我知道其实院里现在有很多年轻的这一辈都已经回到院里来了，他们在院里有很多的在地的组织在进行院里各式各样的工作正在展开当中。我们是不是请这一位小姐来告诉我们，你们年轻人在院里展开的这些工作里面，您觉得最重要是什么？然后你想要建议的是什么？
有关于可能品牌形象或者是行销网站那些都很好，但是我们也想说，就是我们也要再回归到这个经典小镇它的名称。何谓是经典呢？那就是它是有传统、有历史，然后是历久不衰的。那我们的院里经典又是什么呢？除了刚刚可能讲到的房里的蔡家古厝，或者是大家所种植的令草文化等，那代表民众庶民文化的菜市场，它是不是也有这个可能？然后我们自己民众自家的老宅，它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可能呢？所以其实，对，就是要透过一些资源的盘点，去影响民众对于自己在生活周遭这个生活的方式，还有他们的文化资产，去有一个认同跟一个地方上的认识。所以是要靠民间跟官方政府一起去努力的，然后所以官方政府应该是可以带动着民间去做一个深入的田野调查，去挖掘那些可能是令草文化大众已经知道了，但它是不是有更多民众他们有自己的一个令草的编织的经验跟他的知识还没有被记录下来，那它其实是很需要被记录下来，它是一个软体资料，在未来的硬体上或者是网站上，它才有一个更深入的介绍，让大家看到这个文化的深度。刚才想强调总沙鬼师，板里除了有轻基层呢，这种函酬哎，要有它比较是精致文明的，好像这种音乐交响乐方面的东西。说其实还需要更多的社区的调查，更多人力的加入，把这个粗或细或者是先或后这些东西整个盘整出来之后，经典小镇的经典才能够真正的爱内涵光。嘿，后面他把含那种沙提清基本的走起来。金牌旅游这个导览解说员陈炳辉老师给讲过一件事情，行销4批以外，还有行销4品，4品品质的品哈，但4品呢一直提在品质，做出来东西有品质嘛？比如讲，有人客多来买东西来撩来吃喝完了后，我讲本人偏more这同样啊，过出来品德，做东西有没有良心思念？好，品德，第3种呢，品味、品味，蛮好的品味呢。我们吸引游览客观光客来聊，是希望是哪一种文化人际？比如讲，像高雄市，不然想要打造爱情产业链，他希望的是什么？爱情的人客群。要有个软理的文化，或者各达到乡镇，的目标，品味都在哪一个等级，那个 level。才会吸引定位在我们那个客群，比如讲，我主打是南向政策的，那么我们的语言啦，或者是文化导览业相关的周边设施，都是要。或者院里镇本身就有很多的新住民，他们就可以一起加入在这样的队伍里面嘛，哈。没有错。我不用等。然后最后面就是品牌行销，品牌行销代表一家乡镇的核心竞争力。要拿出马个出本人看，到时候给乡镇就给他提示啦。刚才想按样来做，合法哈，有品牌、有品质的，有那个还有品味，在后面这些饰品加建构起来后，再搭配我们的行销4批，对Saki，对乡镇真有帮忙啊。先来看看其他嘅烟市政府就你北部的投资苗客家长来看，其他烟市政府对于讲佢哋嘅烟地位度，因為實體景點、實體客家莊嘅韓國嘅30景點小鎮入線，佢哋嘅想法有樣辦法，佢哋因為講你喺度工作地位度，哪一啲佢哋因為我實實嚟做嘅，佢哋希望嘅協助呢個物界，成體嘅新聞記者講頭嚟了解一下。北部客家夜市新竹县有主动北部两个客庄小镇，还有关系一个景点小镇。新竹县政府讲，列到乡镇做下头浪漫台3线巷，各种景点连接起来，规划老了行墙，各请专人来讨论，增加民众对列岛卫生的认识。第一个就是我们会去串接，就是这3个小镇的一个景点，那会推出40团。的一个算是游程，我们也会推出就是一个500元的一个住宿补贴，这其实有点类似像我们的暖冬计划，但是是我们的新竹县的一个特有的一个方案，这部分的补助的房间数是1200间。新竹县政府讲，头补助的期间，连埋系规划2到5年。
桃园市政府则讲，像是太溪特富管节、客家文化区含有龙潭路边花节列岛，用各种的法统来带动当地的经济产出。从1月到12月呢，在我们这2个小镇都有一些特色活动来迎接着大家。那么同时，为了让国外的游客能够更方便来这两个小镇来旅游呢，我们也推出了套装的游程，让国内游客或国外游客，他可以很方便的在我们的网站上点选所要的行程。上海太溪已经开始开放9个城区来开民宿。桃园市政府讲，希望游客留到当地的时间是帮强，不民众都认识菜地文化，是透讲了到某些发展。联合国世界观光组织的统计数字告诉我们，观光真的是一门好生意。到2016年的时候，国际旅客就全球国际旅客这样彼此互相流动，有12.35亿人次，它所创造外汇收入是1.22兆美金，所以这笔收入是非常非常大的，它占全球的这个 GDP 呢是10%的占比，所以这一笔钱台湾要不要去把它抢下来？当然要啊！无烟囱的工业对土地环境有更多的永续发展的可能性，又不会造成太多污染，所以要有大的战略来做。这个大的战略呢，就是2020的这个台湾永续观光的发展计划。那从2015年开始，我们的这个旅游的人口呢就已经破1000万了，连着2015、16、17都破1000万。2018年这个最新数字，刚刚这个处长告诉我，已经来到1100万。所以呢，这笔观光财台湾一定要把它留下来。2017年我们是所谓的生态旅游年，2018年是海湾旅游年，2019年也就是今年我们是小镇漫游年，未来明年是脊梁山脉旅游年，透过4年连续不同主题的推动，希望能够一举把台湾的这个观光的这个人次呢，国旅要达到2亿人次，来台的这个国际旅客要达到1000万旅次。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的这个处长，就是说这样的大的战略的思考，好，当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雄心企图，你们打算怎么来做？4年的一个观光永续推广计划。当然，我们一定要有一些主题来做操作，这样我们在在国际上在打群体战的时候，容易抓得到这个目标。那今年的话就是小镇漫游年，就要拜托各位就是从40个小镇来出发。那刚才我想我多讲一点，因为刚才有主持人有提到年轻人，那所以我们年轻人也要把它接过来，年轻人的热情不能放，所以我们在小镇漫游年里面有推一个10万青年奖100万，那所以有10万个青年要发奖金100万给他们吗？是总奖金。做什么事情可以领到奖金100万？做很简单的事情。就是深入地方，把你们的地方特色包装行销，然后把流程规划好，然后借由镇公所、县政府以及观光局的一个平台，把它行销出去。那观光客由观光局来负责把它带进来，总奖金100万，单个人也可以。那我们是希望打群体战，所以几个年轻的朋友，然后就可以集合起来，然后规划好流程，然后把你们设计好的流程，然后投递到我们观光局来。那我们预计在6月份来办一个成果发表会。6月份办个成果发表会，所以赶在暑假之前会做一个扰动就对，然后希望产生滚雪球一般的效应。对，卷动年轻人在暑假的时候也到我们的小镇来漫游。好。那我想请教一下黄教授，你在学校里面经常接触到年轻人了哈，你觉得这个办法对年轻人这个吸引力大不大？还是觉得年轻人其实应该要好好下乡去做更多的社区工作哦？那我想说，这个永续观光跟这个小镇漫游这个我觉得是这种乡弄美学跟那个文化诠释呢是蛮重要的。所以基本上呢，怎么样把这个年轻人带到地方来，然后跟这个在地的耆老也好。跟在地某些的景点里面的文化传承，还有跟在地的产业本身呢，提出一些年轻人的视野，说，他怎么看待这种经典小镇，以及呢不同世代人呢，去怎么样把这个文化的那种载体呢，透过景点还有呢透过旅游的体验呢，可以把它呈现出来。我想这个也是属于永续观光的一种的重要的呈现内容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永续观光就是不是属于一次性的观光。
而是我们这一代的观光呢的发展，不影响下一代同样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去看待我们目前所有的观光资源。我想这样来做的话，有一种世代传承啊，还有呢就是把这个文化，还有呢这个生态，还有这个产业呢。还有很多包括政策的结合呢，让这个不同的人来参与，来一起来合作呢，做一些更多不同的角色的互动，来把它呈现出来。我想这个呢，对于这个经典以及永续，还有呢跟这种伙伴呢，还有平台的连结呢，应该是非常好的。好，那我现在把时间开放给我们现场的这个来宾哈，那还有没有什么样的意见啊、建议要跟我们讲的？好，这位先生。刚刚有提到，其实现在的游客越来越喜欢深度的旅游。那深度的旅游，也就是说必须把时间拉长。那把时间拉长，它必须就会有住宿的需求，那就会有到在地去接触我们的人文。那二代的接班有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说可以用青年交流的方式。其实我们也有很多地方的组织或者说工商团体，他们有很多会带海外的青年到台湾来。那如果说借由这样的机会来跟我们苑里的，或者说我们这4个经典小镇的青年来做交流，其实那是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马上可以把我们的经典小镇的这个行销或者我们的特色给带出去。另外就是说，我们套装行程必须要留很长的时间。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我们4个经典小镇，如果可以串联的话，我们几乎可以把东南亚的客人都留在我们苗栗，不要走了。因为光我们苗栗，它就已经可以享受到非常多的经典的体验，那这个苗栗可以来一次，排个1个礼拜；桃园可以再来一次，再玩1个礼拜。而且这也是一个趋势。新竹再去一次，再排1个礼拜。对。台湾22个县市可以来22次。对，像我们曾经接待过新加坡、香港甚至马来西亚的客人，他们来10次，其实也是算很普通而已啊。很普通。对，好，谢谢陈理事长告诉我们，从他的这个接待经验里面，其实国外的游客对台湾的感受是什么？真的是需要把这个整个资源盘整好，然后大家一起来努力来做好。黄理事长，因为我们是最基层的单位，所以推展观光呢，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基层的工作做好。刚刚我说的环境改造、绿化、美化，这个就是了啊。另外呢我们社区的这个营造有一个非常大的特色，就是我们把我们的产业活化。所谓我们的产业就是蔺草编织产业。我们产业怎么活化呢？我们是有一个目标要推广、传承、创新设计，让我们的产业永续发展。刚刚主持人也说过，如果我们做的蔺草草席茶帽跟以前的年代一样，老早就被淘汰了。创新的蔺草产品它已经出来了，就是故宫博物院的宝物和我们蔺草结合，然后我们用服装把国宝编出来就对了。用服装走秀的这种方式呢，参加纽约国际时装展那这里面有一项霹雳包这就是我们蔺草协会的工艺师是用清乾隆皇帝都宝阁里面的收藏去做一个来做创作发想。好，还有这位先生，我今天带了一把，这个手上拿的是蔺草，也就是说我们社区一向对于这个蔺草产业非常尽了非常大的力量。真的是三角形的。是的，三角蔺。给介绍这个是传统的帽子，我们加以改良以后非常精美。这个巴拿马绅士帽现在很流行的，我也可以戴。这个更适合你。这更适合我是不是？对。那这个先还你，这个先还你哦。那么我所以展示这些东西，就提醒说我们苑里是一个宝地。真的，人文荟萃。另外呢，就是说有很多好吃的东西，有很多好玩的地方，也有很亲切的乡亲。欢迎各位电视机的观众，一定要来苑里走走看看。欢迎您，谢谢。好，谢谢这位大哥，欢迎我们上来。还有这位年轻的。我们蔺草学会呢，在去年因为做了一个调查，那调查我们在地的这些工艺师们的一些性质跟他们年龄，我们发现了一个很可怕的问题，
85%以上持续在做的公益师呢，年纪都超过60岁。所以我们一直依附着我们院里的蔺草公益的特色，可是我们没有意识到蔺草公益即将消失了。那所以我发现说，在很多的民间团体都可能有一些传承的课程啊，或是一些串联，包括我们台湾蔺草学会有在做公益师的认证课程跟公益师辅导的规划。但是由于我们是民间的组织、民间的团体，可能在全面性上面、配套措施上面没有办法做得很完善。那我们不晓得在公部门这边的领域有没有办法来做一个垂直性的串联，包含了说公益的传承、产品的创新以及后续的国际通路行销，能够引起让老人家有工作做，年轻人愿意返乡来种蔺草也好，加入行销也好。形成一个真正的蔺草产业链，那我们苑里小镇在谈我们的经典的时候，也才能够跟上世界的潮流，继续再飘香100年。以上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好，谢谢。那我想我们就先从文管局这边开始，就是说，刚刚这位年轻人他回到院里7年埋锅造饭，他看到了问题，他也希望说。个别的这个民间的社团的量能是有限的，希望说能够有更上位的这个政府来带动，或者说给他们更多这样的一个肯认也好，希望能够把他们的量能发挥出来。这部分文管局文勇帮你来走。那我想最重要还是在交通规划哈。那一直来讲，其实苗栗的交通规划，我们的县市本来就是在财源上。除了困窘之外，筹措财源本来就是比较困难的事情。那其实我们有鼓励18乡镇都来对这个自己的乡镇做一个 DRTS， 就是先有民行，再求观光的这个通行。那我们文管局也首先就已经在年末的时候有做一个 DRTS 的一个说明会，就是希望说，把观光整个。透过交通，最起码的要让背包客能够到达。院里来了，我要怎么走？那到院里了，也许我有年轻人可以协助，对不对？我们可以组成，然后再来就是说到院里以后，我的套装行程出来没有？我们现在先想是我们要怎么样把客人留下来？那我们的。应该说，我们的文化其实院里文化，我觉得还蛮充足的，那个能量是有的。那我们怎样要一起来把它包装起来，然后真正行销出去？我觉得这是未来的重点，也要透过我徐县长常常勉励县府团队讲的一句话：做就对了。走了哈，只要开始，永远不嫌晚。好，那我就要问一下我们的这个科处长，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到，我们这些经典小镇，有对国内的，也有对国外的。好，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资讯国际化没有问题。当这些国际的游客来到台湾的国门，桃园机场也好，或从台中水南机场也好，高雄小港机场也好，他如何来到这30个经典小镇，加上这10个客庄小镇，这样的景点的串联，你们有没有想要说那个规划要怎么做，然后怎样去把它衔接起来，让人真的可以从假设我从京都好了，我一只手机就可以连上院里的网站，看到日文的介绍，然后就选好了这交通工具，然后就订好了这个住宿。也许院里没得住，我跑去3义住都有可能。就说这样的串联怎么样来完成？那就像主持人所讲的，如何让游客能够以便捷迅速的一个交通，能够到达这40个经典小镇里面的一个相关景点。那如果会有不足的，就像刚才我们詹副局长所讲的，会有不足的部分，我想我们观光局也隶属交通部，那公路总局也是我们交通部底下的一个单位，那再来跟地方政府的交通处或者是交通局一起来合作。解决相关的一个问题，我想这个应该是没有太大的一个阻力。我们敢向国际去推出我们的观光护照或者是电子折页，一定要准备好。一定要准备好，因为交通部的统计数据也告诉我们，这个1000万的来台游客里面有80%是自由行，所以他非常仰赖这个
景点的串联、交通点对点的国际这交通的运能是很重要的。另外呢，2亿人次的国内旅游，有90%是自由规划行程，不管是自己开车也好，去到当地租车也好，甲地租乙地还也好，或者说你就是乘大众交通工具也好，所以景点的串联度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这个东西没有做好的话，人怎么样来到院里？那人来了以后，像我刚刚人家的比较死，用版型品质来提升，你品牌做出来。迄个沙起地位度，他甲用版型强下来做，联络的可能咩单枪迄条你想讲老了东西，听听可能整体都来提升。家所有按讲咧，按多来讲法哈，我想用4只诗来解释。哪4个字呢？叫做导览解说。你有冇帮我导览解？一般人对导览解说讲哦，游客都挨片叫講誒玩嘢嘅三角沙期哈，嚟講我練場讓我做，我做出了品質，讓我當好，對，這個是已經到要目的地了。可是讓人還要選到了導的意思，就是包含剛才我們的交通部也好，把遊客如何導入，對，是導入的概念，導入，只要把人給導入進來，引導到這裡來，對，然後包含交通指標，手冊、電子折頁，要全部做完，那是屬於導的部分。然呢就開始要搞本沙期，人已經進來到都按沙期，都按鄉鎮了。可是由我們的哪一個部門帶按所有的嘅遊覽客，其實都按經典社區哪一個經典的地方，或是人文，某處山崖，某處生態那個地方，要變然的部分又要牽扯到導覽解說員的培訓，有多國語言的要冇？像那個國家那個導覽解說培訓有。日文的啦，有美語啦，有懂得這種語言的咩？啊，是不是有這種接待能力的念？解叫解嘛呢？一般呢解釋講啊，解釋講還要歷史文化建築善品也好，解決他的這個事實上我們是要解決的，對，給他體恤，就是講他解決講嘛呢？那在遊覽客多片噶，他的食衣住行怎麼解決一樣的問題？冇記錄，他不是單純了解那文化建築。他還有各方面需要解決，對，他就來這邊生活嘛，對，生活裡面這是吃喝玩樂都需要，對呀、啊，所以解一個問題，解是解決這個問題，說最後怎麼？當然解說最後只係算命的算，算命要算嘛呢？算要沙期，如果係鄉鎮工作努力，對乜嘅遊覽客嘅付出，點樣去做？各位。有了故事，本遊覽客貫通以後呢，佢都講原來人家政府對遊覽客的用心，佢自己會轉去講，他自己會回去說故事給大家聽，不用我們自己去加油添醋，他自己會講得比我們更好聽。交通部呢剛剛向來希望到2022年的時間完成就台灣。用縮講個目標係1000萬嘅來台嘅旅遊人次，2億嘅國內旅遊嘅人次，今年4年來做，2017年係生態旅遊，2018年係海灣嘅旅遊，2019年今年係小鎮嘅漫遊，明年係開山質量山脈嘅旅遊年。希望用這樣方式來推動，這樣形達到台灣唔單止係觀光大國，還做到觀光立國，做到發展那種無煙囪嘅觀光產業，帶動台灣一隻新型嘅創態產業，也係一個當創業嘅顯示。但是用把嘢做到呢，像今日嘅討論，台灣大家一個想象，用把嘢從萬里開始，一隻漢草飄香日百年嘅小鎮，佢有千豐富嘅產業嘅歷史，也有千好嘅人文嘅背景。像頭先講到嘅，第一代嘅留言嘅音樂家郭志遠，佢就係萬里人，除咗啲漢草以外，還有行下吃嘅東西，吃得唔來老了。當然，每一隻嘅經典小鎮，10隻嘅客莊小鎮，都值得大家好好嘅細細嘅品嘗品味。加上喺今日嘅全民台語感謝雅士寬，下禮拜請持續收聽全民台語生態感恩之聲，謝謝。